各位尊敬嘅嘉賓，歡迎你哋嚟臨我哋3週年嘅會慶晚宴。我呢度謹代表全體嘅同仁，衷心感謝各位嘅光臨。你哋嘅參加不單止對我哋工作嘅肯定，更係對粵曲藝術嘅傳承同埋發展注入咗極之有力嘅正能量。研究院係我嘅構思，目標係為探索人嘅快樂情緒同粵曲藝術嘅關係。我希望可以作出有系統嘅分析同埋佢嘅應用範疇。研究院嘅設計嘅靈感係源自中國傳統嘅4合院，整體嘅規劃係以興旺繁盛、和諧共處嘅人際關係嚟到佈局做基礎嘅。4合咧嘅意思係天地人同埋萬物，我哋共設有9個院、18個樂坊，每個院同埋樂坊都各有自己嘅功能同埋特色。未來咧我會一一向大家介紹個細節。粵曲作為世界公認嘅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佢嘅藝術價值咧唔需要我再多講㗎啦。欣賞粵曲不但只可以陶冶性情，更能夠透過唱做練打、欣賞、鼓掌、點讚、訂閱各種嘅形式，優化我哋身心靈嘅健康質素。我希望同大家一齊攜手並進，前行共進，喺藝術嘅道路上邊排除生活一切嘅困擾。我哋以開闊嘅胸襟擁抱我哋精彩嘅人生，共同享受粵曲藝術傳承落嚟呢塊文化嘅寶藏。喺呢度再次感謝各位嘅支持同埋參與。